才袂困，目苦红，绝情绝意将阮放，命心去孤单别人。 怨叹你一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虽然有真多男性来伫咧放杀着女性，但是嘛有真多男性来受女性的欺骗啦。我就是千千万万的男性中被女性欺骗的其中的一个仔囝尔。 想起着5个月前我受阿飞仔欺骗的迄段感情，互人听落到底会可怜。想袂到阿飞仔是一个荣华水性的查某，当在5月火灯要出现的时阵，伊就绝情绝义，在我的面头前假啼假哭，用嘴烂假目屎，口讲伊歹命要去跳海。我一个袂放心，对后壁去甲看卖，才知影伊是走去夜市仔咧食点心啦。 就安尼利用我无伫的时阵，将我数年来甲人做牛做马所赚的艰苦钱，拢甲拐拐去，看我无良心。阿飞啊，你是一个天马间最无情的女性，安尼好，我看破啦。对现在开始，天马间所有的女性，亲像阿飞啊你这种白骨白骨的，我绝对无爱交啦。也毋过若有迄个大大块啊、肥肥啊的迄款的，我就加减哦。 我对陪泪乱乱开，假情假爱的世界，只是变心无人知，薄情晓我。 不应该。我的爱，真真好厉害。天下间的女性是百款。 当今的社会，现在的查某囡仔伫咧交爱人，一人介意一款，有的是爱交迄个缘投的，也有的是爱迄个好斗，也有的是咧爱迄个感情交的，也有的是专门咧耍迄个大头的。原来迄个阿飞仔是专门伫咧介意着我的仙头，我一个无仙头，伊安尼包袱啊、棉被款的，我哩做伊走，完全拢无活头。 啊，俗语讲得好啦，讲做着歹田可以望后冬，也若娶着歹某是规世人。所以天下间的女性做囝就是彩花芳，也若男性做囝就是拗花丛啦。我在这个所在劝解一句，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女性，大家都提出真情来鼓励纯情的男性，创造美满的家庭，安尼毋才会当过着幸福的人生。看到无？ 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做着歹田梦后冬。 带着歹目规世人，女性若行太花芳，男性做囝爱花丛。